台北国际册展在咧台北市世贸举办，民众除了看册、买册以外，也通认捌公民议题。自2017年开始，就有侪 NGO 团体会斗阵合作，伫咧当年的台北国际册展规划公民册区，民众通伫咧这个所在熟悉侪 NGO 团体，了解因倡议的方式，佮有认捌因的主张。那些受害的人，我们看得到的人，目前还在救援的人，我们要不要正视他？伫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做实的苏建和，过去捌是冤案的主角，是无做定刑了后，才决定投入司法改革工作。苏建和1991年牵涉一条命案，经过几落摆互法院判死刑，落尾才伫2012年得到清白，无做定刑。拜六，伊伫台北国际册展分享这段过去。重要是因为家己的经验，家己的经验发觉讲，我之前就是拢无关心人，人嘛袂关心嘛。讲你要去用冤枉到有啥物地带啊？其实，咱社会责任是重要的。这场讲座是咧台北国际册展的公民册区举行，为2017年开始，就有侪 NGO 团体做伙，会伫逐年的台北国际册展摆档。今年参与的 NGO 团体真丰富，除了司法改革，是包括转型正义、性别、劳权等等领域，要互观众踅册展，也了解公民议题。倡议毋是只有行街头，佮有足侪方法。其实咱台湾的 NGO 拢有足侪出版品，台湾多元文化的这个部分，会使透过这届书展，互大家看到这个部分。负责规划公民册区的台湾劳工电线讲，真侪民众对 NGO 的印象，就是为电视看到因咧行街头，但是其实做议题倡议，佮有真侪方式，卖当大家坐落来好好啊讲。因希望互大众看到 NGO 议题倡议的无同面向。记者郭文成、准由台北报道。